美国总统川普讲中国开放市场对统一有帮助，外界怀疑台湾的主权正做美中关税谈判机制。菲律宾期中选举，目前封关伫国际刑事法院的前总统杜特地选调市长，票声是对手背背。平湖外海有越南渔船拍过界，去互海巡带转去，这只船是咧掠鱼，还是做违法的代志？详细爱个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戴珍。新闻头起先来看细楼的灵母姊妹仔，涉嫌甲查甫囡仔开虐待死亡。国民法官审理一审，甲灵母刘彩萱判无期徒刑。伊的小妹刘玉玲因为无主动做共犯，是判关18年。合议庭批评这对姊妹仔虐待囡仔，佮感觉真痛，恶性重大。谢谢。细楼二母姊妹啊，涉嫌激死查某囡仔开，妨以故意伤害儿童致死等罪嫌起诉。专案经过台北地院审理，甲国民法官共同评议了后，13将姊妹仔2个人以成年人共同故意对儿童虐待、妨害自由、使人死亡罪，同判刘彩萱无期徒刑，提到公判终身刘玉玲18年有期徒刑。其等犯罪动机为以虐取乐，行为恶性重大，犯罪所生的危害至巨。迄今未与被害人家属和解。细楼姊妹仔互谈判一大关键，都是2个人犯案动机，方认定以虐待做误录，倒算审理阶段，刘彩萱一概无罪答辩，当庭拢认罪，验过合议庭认定对厘清犯罪事实甲节省刑事司法成本拢无帮助，也采信外向甲遗书的证词，认定开详细，甲忧郁症拢是受虐待造成。刘玉玲方认定无阻止，颠倒复合，互家己有优越感，方看作是共同正犯。感谢国民法官法庭对于被告2人处以我们希望求处的最高刑度，让所有这些潜在可能想要虐待我们这些可怜的宝贝的这些恶心的保姆，给他一个很严厉的警告。这摆一审宣判，甲检方的求刑同款，被害家属律师表示感谢，也建议替辩诉官司讨赔。打电话给刘彩萱的辩护律师，结果进前无处理回应。刘玉玲的辩护律师表示，受到判决书了后，会建议感受有上诉空间。另外，日后联名只以文字回应，尊重判决，也搁一摆回实例。单纯就这个刑度来看的话，似乎还是把姐妹2个人紧紧的绑在一起。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来论的话，我个人会觉得对妹妹这边是没有那么的公平。每一摆法院开庭，总是有大批民众到场声援，伫宣判之日也拢出席，又伫真侪人旁听。判决宣誓了后，搁较当场拍拍话，感谢法官，只是有部分的相关者无法接受。我觉得无期徒刑真的很仁慈，非常仁慈。18年更仁慈。我希望政府可以把死刑修进儿少法里面。即马开案一审结束，也毋过涉嫌2母姊妹啊，搁互检方查出涉嫌对其他2名幼童有口头行为。今年1月另案方起诉，2名的姓陈社工也方以涉嫌过失致死、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当由一审审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大病院有一个妇产科医生涉嫌甲患者性侵，判关3年。因为最近连续爆出医生性骚扰甲性侵案件，就有医界团体呼吁卫福部要建立查询平台，互民众知影是倒一个医生有不良记录。青白衫的医师本来是要救人，没想到竟然变成性侵害的加害者。台湾病院的龙头台大病院，一个姓的妇产科大院的医师涉嫌对女病人性侵害，消息互大家听了拢错一个。医界团体认为讲性暴力是零吞忍，卫福部应该较紧来建立医师人员的查询平台，互民众会当伫网络查医师的资格、记录处分的记录等等，强化民众自主把关。针对惩戒以及判决确定的名单，依法本来就可以公开，而英美等国也都有建置相关的公开平台。事件是发生在2001年6月的时阵，姓的医师是趁急诊值班的时阵，假作讲是要做性反应测试的理由，对查某病人脚内手内性侵害。专案经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法官认为讲，姓的医师伫犯后完全无后悔的意思，判3年有期徒刑，专案会当上诉。对这卫福部表示讲，会照医师法，法文请地方的卫生局启动医师电改委员会。惩戒委员会他们讨论究竟会做成怎么样的决议，说给予什么样的处分，轻的会是警告，最重的会是废止
他的医师证书。另外，今日公布性骚扰医疗人员的身份，卫福部讲会进行研议，斟酌讨论什么状况会当公开名，佮要公开到什么程度。若无确定犯罪事实，就把名传出去。若是事后发现讲并不是事实，这嘛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必须要真细致、真认真，嘛需要对细节佮进一步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针对关税谈判，讲中国开放市场对统一甲和平有帮助。这句话是随引起关注。咱台湾的主权是毋是真做美国谈判机制啊？美国国务院和 AIT 是拢出面背会，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未改变。啊，那咱的总统府嘛发表声明，讲美中谈判并无讲到台湾的议题。And they've agreed to open China, fully open China.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China.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us. 美中贸易谈判初期进展，川普伫白宫记者会上评论上大的重点，就是和中国开放市场。因为讲过一半，煞突然弹出这一句。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great for unification and peace. China will also suspend and remove all of its non-monetary barriers. They've agreed to do that. 咁讲美中谈判到顶，台湾正做条件，也毋过毋拿川普的前后文，无讲到政治议题。历史对方所提起的 unification 其实除了统一，也有一致联合的意思。美国国务院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第一时间拢表示，川普所讲的是针对美中贸易关系，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就我方的理解，美中贸易谈判过程中，并没有触及台湾相关议题。另外，美方也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期待，并且反对透过武力或胁迫片面改变现状。那外交部总统府也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数十年来保持一致，台海和平甲稳定都是美国持久的利益，对台承诺有关强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总统也强调5日抗战争要满1年。最近接受日本媒体采访，呼吁国际爱反制中国。不过，中国昨发布一个国安白皮书，讲绝对袂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有学者认为，这白皮书的内容毋若扩大对台湾的打击范围，这若头变强，出头嘛变济。中国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伫全文差不多22000字内面，除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嘛强调讲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的干涉，依法打击台独的蛮皮分子，争取和平统一，绝对袂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学者观察，中国伫核心项目内面，各种方面打击台独的手段，会当看出中国对武力扩张到非和平手段，包括大规模渔船的骚扰和围台演习等等。除了原来的武力手段之外，它其实在这里面又提到了更多所谓的非和平手段的进行。陆委会认为讲，新发布的白皮书内面讲到的相关内容，伫过去的文件内面拢出现过。总体来讲，这摆并无新的讲法。昨天发表的白皮书是把中共近年来发表的各项文件做一个汇总所以并没有提出新的概念，看起来还是一个持续性的政策。正正接受日经亚洲专访的总统赖清德，是今年第一摆接受外国媒体的专访，伊嘛用这个机会催各国用飞航供应链来制衡中国无公平的贸易。飞鸿供应链的基本是开放的。然后他所要创造目标是共同繁荣，那这样的一种的思维呢，比较符合目前的全球的基本价值观。所以呢，它不仅仅是只有一个台湾经济安全的一个概念，它也是创造全球繁荣的一个重要的倡议。对要就日满1周年的赖总统强调讲，美国的关税政策是造成压力，但是同款认为讲存在基本的价值观，就是专心伫建立民主国家的供应链，而且表示讲会当确保世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不过伊嘛指出讲，台湾袂对抗华府，而且会进一步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削减贸易壁垒，还有打击生产地等等的作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10日出发去访问中东国家，这阵会去沙特阿拉伯、卡达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Trump 出发进前有讲，伊当咧考虑10月要去土耳其参加罗西亚甲乌克兰的谈判。那 Trump 出发进前是逼出另外一个争议，就是在卡达要送价值122亿的飞行机。Trump 讲免钱的唔收是箭头。伊讲这飞行机未来要改造做美国新空军1号。不过，这礼物是送给美国，还是 Trump 个人？这意义就天差地啊！
在野党就批评 Trump 收这份大礼违反宪法外国乌西条款，也就是无经过国会定序袂使收礼规定。民主党嘛袂做 Trump 利用总统的身份得到好康。也外国媒体分析讲，因为波音飞行机延前交会，害空军1号驶30多年拢无法度换新。Trump 甲新的飞行机改做空军1号，都是借机会表达不满。自北京出发要去中东国家访问，美国总统川普12日开始中东行，将会访问沙特阿拉伯、卡达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川普这次将会对加沙走廊甲伊朗等议题进行外交讨论。伊讲也考虑去土耳其参加15月举行的俄谈判。And I believe the two leaders were going to be there. I was thinking about flying over. I don't know where I'm going to be on Thursday. I've got so many meetings. But I was thinking about actually flying over there. There's a possibility of it, I guess, if I think things can happen. 沙国首都利雅得的路已经插到美国、沙国两国的国旗，准备迎接川普。川普这次的目的是要确保波斯湾产业国家的主权基金会搁在大幅度投资美国的经济。估计两个国家会签署几多项双边经济协议，包括美国对沙国1000亿美金的军售。So I think it's clear that President Trump sees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as a really important U.S. strategic ally. I think he also sees the kingdom as important to obviously attracting inbound invest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e has made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domestic policy. 这座飞机访问的卡达，王消息计划提供一台豪华波音7478型喷射客机，做总统专机空军1号使用。川普也搁打算伫退位了，转交予伊的总统图书馆基金会，代表其退位了，会当继续用这台飞机，引起道德争议。川普是讲，国防部会得到免费的礼物，甲已经用40年的空军1号换掉。You know, we're very disappointed that it's taken Boeing so long to build a new Air Force One. You know, we have an Air Force One that's 40 years old. And if you take a look at that compared to the new plane of the equivalent, stature at the time, it's not even the same ball game. 白宫是回应讲，这礼拜川普中东行的期间，卡达政府未正式送这台飞机，也强调任何外国送的礼物，拢会完全遵照美国的法律透明处理。不过，国会民主党人是致函予白宫的法律顾问，讲安尼是违反宪法内面的外国贿赂条款，也就是总统等公职无经过国会许可，未使接受来自外国的礼物。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哈马斯即阵甲一个有美国和以色列两个国籍的人质放转去以色列，这是今年初哈马斯甲以色列停战协议失败了后头一个放放出来人质。美国总统 Trump 嘛向因厝内人恭喜。一个哈马斯官员接受访问表示讲，因会甲这个人质放出来，若是要伫咧美国总统 Trump 访问中东进程放出善意，嘛是希望会当争取人道救援和物资会当送入去加沙地区。21岁亚历山大登记厝的迄一刻，母亲激动走去，你甲伊揽宝贝后生总算回来啊！亚历山大伫加沙封关19个月，伊方认为是哈马斯所靠爱最后一名也活着的美国公民。第12日失控的这段过程，以色列暂停伫加沙的军事行动几啊点钟，好代志会当顺利进行。伊伫坐军用直升机返来以色列的路上，用手写标记，多谢川普总统，伊的家人也督促以色列政府甲谈判人员继续努力，互剩的58名人质也当登记出来。We'll get Eitan today. We hope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other hostages released too. 亚历山大是今年1月伊哈达成停火协议2个月，以色列3月18突然对加沙发动攻击以来所释放的第1名人质。在迄日有人看到网面的哈马斯战士将伊交予红新国会工作人员，佮交予伫加沙的以色列当局。זה הושג בזכות הלחץ הצבאי שלנו והלחץ המדיני שהפעיל הנשיא טראמפ. דיברתי היום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הוא אמר לי, אני מחויב לישראל. 纳塔亚胡补充说明，以色列打算继续加强伫加沙的军事行动，而且未停火。一名哈马斯官员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释放亚历山大是为着表示善意，是美国总统川普13访问中东进程，为着达成停火协议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也为稳准人道救援会当进入已经互以色列封锁超过70日的加沙。公司新闻吴伟明编译。菲律宾将举办其中选举，小马可是家族和杜特地家族小对下，
因为现任副总统萨拉杜特地去互众议院弹劾，那阵参议院嘛表决通过，萨拉一世人都袂使搁选总统啊。所以其中选举参议院的释出对杜特地的家族是真重要，支持者嘛用选票互因赢甲真水快，连杜特地的本人嘛选调故乡拉堡市的市长。不过杜特地本人因为国际刑事法院甲指控，讲2016年到2022年总统任内强硬扫毒，尚无处决6000人，涉嫌危害人类罪。今年3月送去国际刑事法院关听候审判。杜特地即阵关伫咧监狱内底，说会当选举，甚至搁选调啊。伊的家族会用什么方法，互杜特地宣布就职，嘛是外界关注的重点。菲律宾12个其中选举影响范围真宽，为参议院、众议院到全国各地的首长甲议员，拢总18000外职位爱改选。上互人注意的候选人，就是前总统杜特地，伊因为发动老血反毒战争，去害亚国际刑事法院逮捕，目前还搁伫咧加价羁押。不过伊也是会当当选纳茂市的市长。伫这个所在，杜特地甲伊的儿女轮流担任市长，已经20多年，选民无改变对伊的支持，即届得票是对手8倍外。Support for Mayor Duterte, ibubuto ko pa rin po siya kahit wala siya dito kasi hindi pa man siya convicted, no? 菲律宾的其中选举也互人看做是马可斯甲杜特地两大家族的竞争。小马可斯甲老杜特地的查某囝萨拉，2021年联合当选正副总统，不过两个人真紧就因为理念袂合，关系拍歹。萨拉捌放调讲要买杀手暗杀小马可斯，佮因为渎职贪腐这个指控，去互众议院弹劾。参议院要伫后个月接手审理，若是有2/3投票通过，萨拉就会互人剔除副总统的职位，并且永远袂使担任公职，佮也无可能继承副业做总统。参议院这礼拜改选的12席议员，有6席是马可斯支持的，杜特地背书的有4席。不过伫全部24席当中，萨拉若摕到1/3以上的高票，就会当保留副总统的职位。马可斯这边可能无法度如愿甲扭落来。专家分析，这届大选结果会影响未来3年政治局势，并影响2028年的总统大选。公司新闻尤派准编译。今仔日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国内出现头一站 A 型肝炎烧坏事件，拢总4个人确诊，其中2个人带做伙，另外2个是同事。目前靠北的人监测，疾管署提醒，这接触者有公费疫苗会当做，就要紧去注意防射，保护家己。美中谈判互相减票税，带动台股今仔日起200点，收伫咧21330点。若台美谈判嘛咧进行当中。美国财政部长毋但讲谈判有进展，佮讲台湾有一好提案。美国总统川普要甲药案介绍台59趴，专家经过讲，这药厂为着卖了钱，美国这边落价，伫咧别个国家恐惊就会起价。若台湾因为有健保介绍有低卡数，可能会致使这药厂退出台湾市场，对新药的影响是上介大。继续来关心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19要伫咧瑞士起稿，咱台湾到当时拢还未收到邀请。国内有民间团体宣布要伫咧会场外口办论坛，咱前副总统陈建仁嘛会伫咧现场分享台湾健保30年的成果，希望会当推动台湾医疗外交和观光。台湾2025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19就要伫咧瑞士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到今也拢无收到邀请，不过民间团体参与也是无停歇。世大联合基金会13早起召开 WHA 全球卫生论坛起稿进行的记者会，宣布今年会甲国际组织合作，伫 WHA 场外举行几场论坛，议题会包括气候变迁甲对健康的影响。气候变迁啊，这个人类永续的问题，反而是会有这些非政府组织里面还能够保存一些能量。现前副总统也就是现任的中研院院士陈建仁，嘛会伫咧论坛分享台湾健保30年来成果，也有甲未来挑战。另外一方面，民团嘛会透过推动台湾医疗外交甲观光结合，希望促成亚洲头一个会当坐游览船佚佗、挂健康检查的行程。邮轮舰检从日本到台湾，那未来延伸到东南亚，也在明年延伸从美国到台湾。好，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邮轮的一个观光医疗协会去做这样一个努力。全民健康
覆盖最主要目的就是说，不管这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点，他的健康呢都要得到全方位的必要的医疗照顾。民间团体强调讲，全球卫生资源当咧重新分配，加上美国宣布会伫2026年1月份退出 WHO， 而且袂阁纳会费，致使 WHO 恐惊会出现财务的问题。现在是咱台湾更较应该透过民间的力量，甲国际来制约，伫多边体系当中，以有实惠、有贡献的事务策略，持续来参与全球的卫生。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昨有平湖渔民伫小门西边30海里的外海，发现有越南的渔船爬过界。咱的海巡透暝甲这只船和船顶11个人带回去调查。这是平湖头一届掠到越南渔船爬过界。因为中国5月开始就禁止掠鱼啊，到底这只船正式是无设置爬过界，还是去互利用来做违法的代志？详细拢要搁爱调查。海巡人员伫暗暝甲船压回平湖马经，船靠岸了后，11个越南籍船员拢还留伫船顶。船长天光了后，互海巡带回调查。这只青色的渔船是越南籍。12下晡，平湖渔民通报伫小门西方30海里的外海，发现这只船好亲像非法的作业。那目前我国会依照《中华民国专属经济海域大陆成交法》的规定来做处置。那近日渔业署会派员到澎湖来了解情况。如果进大陆进海期，应该是伊嘛知影，知影伊按这进海期，按都家己内底作业啊，才有走遮。中国籍渔船越界事件真济，不过这届查到是越南籍渔船，这也是平湖头一件查到越南籍渔船越界。不过为越南到平湖这片海域离真远，各方专家表示，当年5月至8月中是中国的休渔期。除了为着生活，或者的越南渔民越界，也有可能因伫做海上不法的事项。那当然也会有潜在国安的疑虑，特别是越南渔船以往是比较少靠近台湾这里进行越界的。除了可能会是刺探或者是收集情报之外，也有可能是进行偷渡的行动。那这些都有待海巡署进一步的深入了解，才能进行判断。苏志芬表示，是不是有协助中国伫做情报的收集，还是其他犯罪事件爱去查？海巡嘛应该增加巡逻，才会当伫第一时间做处理。台湾本岛进前嘛捌查考越南籍渔船，并裁罚8万，渔业署嘛会赶紧派人去了解，若做牵涉到不法就会重罚。记者采访报道。日本有一团啦啦队在队员拢是查甫，而且表演的时阵拢穿西米露，表演是真精彩，动作真无简单。毋但伫咧日本真请，搁去参加西班牙和英国的节目。伫贸易公司上班的四本创意人是一个平凡的23岁上班族，平常时伫公司认真工作拼业绩，下班嘛无伫用。伊固定去体育馆，毋是为了健身，是为了练习乌鹰队的特技表演。平日は頭を使って。で土日は体を使って疲れるっていうので疲れる部分が違うのとやっぱそれぞれがどっちかがうまくいってない時もどっちかがうまくいってたりして心の健康にはなってるので全然疲れが残るとかはないです。这队叫 Chess Remains 男子乌鹰队，2023年成立，虽然才2年的时间，不过这个由早稻田大学乌鹰队校友组成的团队有良好的合作共识，38人各行各业拢有，年纪为22岁至34岁，做伙一再磨练高难度的特技动作，无论是做人体金字塔，还是迄关7公尺的特技，拢会当真流利完成。身躯顶的乌青，也是去钻到，这拢是真侪该挑战的证明。いや最初は怖かったですやっぱり。でもやっぱ慣れていくと、あとは結局やっぱ絶対取ってもらえるっていう安心感はあるので、なので技に対しての怖さは今はもうないですね。Chess Remains 的造型真特别，穿西装甲领大上场表演，整齐动作各加甲人迄悬的特技，表现出真特别的魅力。创办人表示，西装是日本上班族的战袍，对团员来讲，嘛代表是自由切换、无共人生的对望模式。逆にそのスーツを着て、自分たちの好きなことを思いっきりやるパフォーマンスで表現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対比になって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ので。
あえてスーツを選んで演技をしてます。Cheers Remains 互人邀请为运动比赛加油热场，嘛到各大活动去表演，因的精彩演出甚至红起海外。2024年参加西班牙达人秀，5月晋级到英国达人秀的总决赛，得到真侪掌声。因的热情也感染观众，证明对家己喜欢的代志认真表现，拢会当定义家己的人生。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戴芝，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